70年前发响于上海的声音，70年来唱响在全国的旋律。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又一次相聚在一幅舞台。对。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粤剧新生代演员新创剧目的第2场演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明全，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钱云，谢谢大家给我们支持的掌声。今天的晚会呢，将继续由我们2位为大家主持。是。昨天的演出当中啊，来自上海和浙江2地的粤剧名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节目，而在今天的晚会当中，将会有更多的名家与经典作品与您见面。是啊，我们知道70年前，发响于上海的这一场粤剧的改革啊。当时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那就是大伙儿一直觉得我们这个粤剧啊演的都是才子佳人的戏，是不是？所以当时呢，还年轻的袁雪芬老师啊，和一批粤剧演员们，他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粤剧舞台上也能够创作一些能够反映生活、能够贴近时代的这样的一些戏，这样的一些题材呢？于是呢，他们就创作排演了像《祥林嫂》黑暗家庭》《一缕麻》等一批时装戏。是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粤剧男女合演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我们知道，男女合演呢，突破了女小生表演上的某些局限，特别是在现代题材的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我想啊，不管是古装戏啊，这个时装戏，还是现代戏，不管是女子粤剧还是男女合演，反映生活，反映人性，歌颂真善美，揭入假恶丑，这就是我们粤剧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的一个秘诀。对，所以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其中的经典的剧目选段啊。首先，请大家欣赏的就是浙江粤剧团的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华卫强，以及呢，李海明、邵龙为大家带来的粤剧现代戏《红色浪漫》的选段。然后呢，有来自杭州粤剧院的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徐敏，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缕马》当中的临终一折。对，那么紧接着大家还会欣赏到温州粤剧团的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郑曼丽带来的《靖公子重耳》选段，大家掌声欢迎。七月长灯。是刘先生啊！哎呀，刘先生，请。多谢长官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哪里！你们万盛行刘家的面子，连张群院长、欧云清总长都要卖，我这个太慢呐！哪里？我这次从香港来，家务特地关照，只要能让7弟出狱，刘家不惜一切代价。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马上为你开一个舞队，从今天起，在成都的川康、川冶2家银行，你都可以随意投资啊！客气，太客气了，刘先生，请走，请。那我7弟的事技术长也有交代，不过必要的税入还是要办一办的。很简单，只要6个字在报上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将他放了。哎呀，还要登报声明这样吧，看在你刘先生的面上，这个报也不要他登了，签个字也行啊！谢谢，真是太感谢了。哎呀，刘先生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这里答应了，你那7弟答不答应，我还很难说。他呀，中毒太深了。哎呀，刘先生啊，我真搞不懂啊。
像你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也会闹出个共产党啊？我也搞不懂啊。可要好好的劝劝。一定，一定，一定。那好，来呀，有请刘家七少爷。有请。好。谢了他考测监房心意难言遍体伤，凶人恶煞庄小莲，蹊跷之中归记上，胸中自有足以财，官场弄伤归明堂。妾弟，无过，妾弟，无过，你怎么来了？妾弟呀！他们挡你了啊！不要紧，不要紧。你不知道全家人有多想你哟。我也很想家呀。不过，来。不过，爸爸妈妈好吗？我有大哥、二哥、三姐他们，大家都好，大家都好，都盼着你早日回家呢。不是我不愿意回去，是他们不让我回去。哎呀，刘国师，这次你五个特地从香港赶来，就是专程来接你回家的哦。接我回家？哎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哎呀，妾弟呀，我已经跟长官说好了，只要你办好一个手续，今天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跟我回家去了。啊！哈哈，我明白了，看来你已经把我当作筹码，与我无过。谈成了一笔交易。本来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这是恢复自由最起码的条件。现在看在你无辜的份上，这个报也不要你登了，你只要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字，我就马上释放你，怎么样？要我脱离共产党？哈哈哈哈哈哈！做梦呀！哎呀，先生，好，劝劝，好。哎呀，妾弟，妾弟呀，劝妾弟。妾身上千万不要
再漫长。你身在月中不知情，是今日世道纷乱，人心惶。上海南京和平，到处残杀共产党。自从你被捕英灵雨，全家为你把身伤。兄弟因你结出病，父母天天哭泪淌，不知拖了多少人，才救得你脱出牢笼有希望。你畏惧我奔走马，谁做自己内心房？不是我不灵无故情，这千字里头有份账。一旦千字落把柄，紧接着就是叫出组织联系网。有多少人头要落地，有多少血债谁地偿？一失足变成千古恨难。出卖组织我才难当。切弟，我家世代生意人，安分守己本平常。你本是锦衣玉食无有涯，又何苦以命相搏争断肠？切弟你从小最聪明，出过深草有志向。福哥，我替你留下岁数一盘托，出月就可以赴美。到崖上你就随便接他，千个字也好他离过海去鸳鸯。哥，起来！我真想才要回家见爹娘。我也想出个身上可要去个绝富强。可是我
人背起信念与理想，吴公啊，这里的道理你不懂，我一时也难再多讲。拜托吴公几件事，请你务必记心上。哎呀，姐弟，也求你呀，陪我看望爹娘。其实我不能尽孝亲原谅，而求你待我分儿中红兄长，愿他们乱世之中保康。三求你全家照片记一张，好让我思念之日，思念之时常相望。只求你呀，祭奠鸦片到老长，难有蒙受了拷打，好疗伤。吾求你替我关照一个人，我连人之下一关押在牢房。老求你就当我为了理想一副事，从今儿再不要千里迢迢来探望，千里迢迢来探望。吴姑啊，求你答应这几件事。切的我就见自下把心放。姐弟呀，吴公，六国子，你不要把话说结了，你再好好的想想吧。张老少，待我为老。你听见没有？待我为老。带走。
来，还有口啊！啊，听话。夫人，夫人，哎呀，老爷，医生怎么说？哎呀，夫人，医生说百病是凶猛，再晚几副药试一试，灵不灵？还要看他的造化了。都是那孩子的少罪心，他把宝儿传给宝儿，死就倒好了。夫人，你看，都是你把这少罪心当宝贝似的取进来，我的宝儿也得了平安。妈妈，妈妈，宝贝啊，妈妈，你又在骂人啦？你一骂人，我的耳聋就痛的要死要活。哎呦，你就少说几句吧。小祖宗，我不骂，你好生为他吃药，我再去寻访名医。快去快去，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丈夫的这根头苗啊！我去。哎呦，快去快去！哎呀，卷夫上下急着吃药。少爷，快吃药吧，吃了药病就好了。阿祖，我不要吃药，你不要管我。少爷，你快到新王中去背新娘子，他好可怜。哎呀，宝贝呀，你自己的命都快没有了，还过什么短命的新娘子？哦，来，听妈妈话，妈妈喂你啊，来。我不要你喂，我要新娘子喂。你也看，我也看。短命的你一口我一口，不然你不会上山来杀了。那你喂我就不怕传染啊？俺少爷一点都不爱。就是传染，我也要喂你呀。你是我的儿子，你死了，我还活着做什么呢？那我也要新娘子喂，他死了，我还做什么？作孽啦！当成22年前为他娘，爹老媳妇舌吻别撒光，3年儿因为呀算上团命郎后杀。难道10年前世欠了他今世里全家帮你来还账？什么还账？
年朝后代，我不懂，我这次做人不够良心话。叫声阿姊，好姐姐，求你兴旺去陪他，叫他不要哭。叫他不要怕，请他快去呀，劝他多喝茶，娘他不要记挂。妈妈，宝贝呀，你们听见没？新娘子要吃茶，你们快去，快去呀！宝贝呀，我要吃茶。你们不去，你们不去，我自己去。不要快去，快去，我去，宝贝呀，宝贝。可怜，越可怜，新娘子婆婆不定为点上，来到我家，可拉不罢。心房中跳起放进他就哭，哭呀哭，哭出来呀伤，为他去呀他就哭，哭一声弟弟，哭一声啊。妈妈呀，你用桃花椒带他来，哩哩麻啦，当来呀吧。莫不是我们家里亏待他，他想爹想妈又想家，妈妈说他是世上再好看的新娘子，我是实实在在真真心心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啊，你们说我爱，你们笑我傻，我是来不识财，是真不识家。妈妈呀，人人说你再聪明，为什么偏偏说话不算话？因为说他好，因为说他坏，因为
我兴亡之中陪新娘，因为儿哭着骂着喊着拦着，哭着骂着喊着拦着，是我姑娘我心亡之中去还他呀去宝贝，宝贝，这样，哎呀，哭，一天到晚哭，人不死都要被你哭死了。妈妈，妈妈，新娘子一定是喉咙痛的要死要活。妈妈，我求求你，再也不要骂他了。新娘子，我来了。你也给，我也给，宝贝呀，宝贝，宝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生死面上，面山有印，我何守面山留千古在民？我的一把火曾见了你的高风亮节，我的一把火将留见我终生遗憾啊！啥时间落帕上问，落帕上问，知不知老来纵横？老来纵横，一把火远去国君正相见，一把火我正了千古才人，千古才人。少了国功臣，生死难，生死难，生死难，关锁情，关锁情啊！
放不了，雨不多，怎言如情？放不了，负落凄凉困苦境，忘不了割骨盆汤，与一生。自退啊，你为何是此人心？当替两军死，两人苦用心，新江上睁开窗，金须千金，大丈夫一手转，长子豪情，怎可以独清高独退隐？埋没在此不为国用，虚此一生。从而我一言之差，留下遗恨。从而我一句之错，痛失真诚，痛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来自南京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陶琦为大家带来《李清照》选场，我们掌声送给他。请。啊，我兄，你来是了。哎呀，尊兄，对不起，来迟了。尊兄，好
久不见了。哎呀，沈兄，原来你也在此啊？请。哦，不，我这边有。请。哎呀，多谢。我兄，请来，请坐。来日要罚酒。好，罚酒。来，请。好，县官为定。再来。哎呦，看那位老夫人又来了。你别看他年纪大，这酒瘾啊，还不小呢。听他口音，像是中原来的，兴许还有些来头呢。酒过，哎，来了。老太太，侬叫我做啥？哦，请再送我一杯酒吧，我一盅还你酒钱。哎，侬已经说了不少了。我知道。请再送我一位吧，就一位，今早就送侬一碗哦。哎，一碗怎么贵啊？要数就数一顿吧。好，一顿就一顿。多谢。哎，这是最后一位啊！多谢了。真是不堪回首啊！想当年，红绿村上月啊，酒来古把用空，菊花千上落足迹，锦绣分章十杯中。今日不是人非酒，真江山已不同。人生有酒须尽醉，管他大宋与小宋。不晓此事，放了是非罪。但愿人过心意，丞相抚秋冬，抚秋冬。
拿酒来呀！哎，不行了，照侬个那样子喝，俺这个酒店呢，哎呀不能喝空了。我说过了，我一种万里酒钱，你为何不相信我呢？我为啥要相信侬啊？侬有那啥个东西来玩你？啊，我写几个字，你拿去卖为酒钱便是啊。侬个是能拿钱？弄到侬是啥人啊？金花，你就让他喝吧，酒钱由我来付。侬说我要算数哦，当然算数。好，老太太，有人帮侬付酒钱嘞。我看这位老夫人心中一定有悲痛之事啊。神山落魄，气度悠然，仿佛一切都不在他的眼中啊！夫人，你们看，那就是夫人啊！哎呀，夫人，你快谁来了？林康，你可不能随便对人说出我的名字。哎呀，夫人，对不起，请叫我老太太。夫人，我是金星啊。金星，夫人，我是杰明啊！杰明，对，是我们呀，夫人。我和金星找了你许多年，谁知你落难在此，夫人，我们对不起你呀！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呀，夫人，想不到你竟落魄成这种样子，你叫我们见了好不伤心。我没有落魄，我是落在慈悲中。夫人要恨呀，夫人再好了，夫人你不要恨，不要恨，你不能你再走开，不要恨，夫人，你让我恨了，夫人你不要再恨了。金星，你经过对我放夫人，你难道忘记你是谁了吗？我是谁？我是谁呀？你是老爷演得的夫人呐！你竟放了老爷生前对你的敬重，对你的嘱托。你竟忍心看着80岁的老家人林康老吧，跟着你生气我担惊受怕，弯肚着背，弯着腰，背着那一箱金日落和素尿似的身高，你放了老爷的事高，我没与修订好，冤枉我没与造谢。你忘了你是老爷的夫人，忘了你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吗？你
不像生，死不像死，一生落怕，两手空空。我今朝连一杯酒都喝不起呀！一官居士，你有子，你有死，这是你李清照最大的财富啊！等你大举亡婚后，有爱相依生，我道不孝，连继父这地化死。王孙一家秋冬麻木了兴亡与谁用，只因害怕心事痛，便把那伤痛带酒中。今日茫然究竟老朋友啊，你一生闺中情呀，世事相关，边求生做心事，压着真传。你负伤太轻早算，无非是身在乱世命多舛，不怕家亡非你苦，有世人苦还不悔我。情事只应在，且把悲痛化心片。大师，名人活着的时候，称呼我大了。在这动乱不定的年代，我们读书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凄凄寸寸，情情绵绵呀，别看我300两盏丹酒醉生梦死，可我心中放不下的是名人的金日落啊！大师，我要完成金日落一书，我要记住便是。好，老衲今日就为此日而来。实不相瞒，我已经花了1笔元，准备刻印金日落和你的所有字。啊，多谢大师！一位居士，老衲今日开帖要敬你一杯。不哭，不哭，不哭！来，大家也敬他一杯。对，我们大家也敬他一杯。此次大事请诸位请。老太太，不，一二居士，侬可从来没见过我个究竟哦！千天万劫，岂可拉账？我还是万里收心事吧，去拿纸笔来。妈，天风起了，看那月落了，总是伤心的时候哟。心心密密，冷冷清
为他问来风景。假日就是相识，假日就是相识。满地黄花堆积，叫催顺。是今有谁看真？虽然沧海都是真生的梧桐，根茎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的，这次的，真一股谁是了的，谁是了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2出戏的片段。对。那么第一出呢，是有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王志平和那个丁小蛙张海玲一起给我们联袂表演的《蝴蝶梦》的选段。对，那么在这儿呢，先给大家报一个喜讯因为呢，我们知道2年前呢，新编古典越剧《蝴蝶梦》被拍摄成为了越剧电影。那么在今年第8届中美电影节上呢，这部越剧电影是力克群雄，获得了最佳戏曲片奖，而女主角王志平更是获得了金天使最佳女主角奖。那么这也是。大家听我说这也是中美电影节历史上的第一次将最佳女主角授予一位中国的戏曲演员，向王志平表示衷心的祝贺。那么欣赏完这个《蝴蝶梦》之后还要请出的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陈颖，为我们表演的是《断指记》当中的断指。好，我们掌声响起来，欢迎他们。开尽黄花秋一条，地上百鸟三更桥。山尽人难尽，我心中乱糟糟。仙梦抱王迷见，莫地又飞来多情鸟，色不清道不明，终觉阴。
有蹊跷。咦，你叹什么气哟？电视宝宝，做什么啊？我在想什么啊？公子为什么不把老儿带来呀？对，那你还不去问问他？可以问吗？哎呀，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不是真的喜欢老儿吗？那我去问了，我真的去问了。去吧。公子，娟儿何事？公子，你要留下不走了，那你也快把老儿带来了吧？老儿？什么老儿啦？咦，公子，你怎么把你的小老儿也忘记了呀？哦，是我那这可爱的小梅花卵啊！你要是喜欢，下次来我一定把它带来收进你。那这可爱的梅花鹿送娟儿，叫你才快不快？他竟然把小树洞当成小梅花了！哎，仔细想想，是有点害死你。快去告诉小弟去。去。小弟，不是往生来，说他不想往生，那他是谁呀？是谁呀？那有病的可是个我生生的人，我可不能不管。公子，你好些了没有？与老家思娘了。公子，我等了些夜三升汤，请你养步生子。呀！这啥又生了？这盛汤固
然别有异香啊！四娘，你为用了这名贵的叠杯啊，这叠杯本是我为先生为来准备的，今日用它来关爱药生，真令我不安宁。不，公子为先生亏了身子，点绣在脚，不安逸。严重了，不瞒四娘，亚生日有多病，此番抱病来暖我，一半是为吊唁先生，一半是为了你四娘。为我啊，王生他自认宽为宝，是此暖儿天下少，欲引进新闻真，从今你评断好。公子啊，是先生文章连告你，天赐之因为谁了？为见了疾病小，故在他再做京城进不老，进不老，进不老，我张嘴也被当动了。你叫错了，娘子墓地里梦的醉，蝶梦上娘子把人上，谁叫孤君不辞，有些下他一层上。不，公子先生先是国必安，岂能转眼用桃药？请了这次乃公妃，顾得你公子多敬仰。难得他心中留一片真情巧当听着他远远细语音奏，餐风暖阳心头。看着他粗粗小小也不如人，写也不能不风啊绿，遇了云红写实际。我水灵灵等绝问难谁？
公子早些休息，点绣告辞。臣妇是在是大当，来花与爱本天恩心。我不认你作奸是我，困是身在江浙桃源异乡的小宅门，宋金也在于地起诉，长夜开启上论，三丈水关东遨游，几闻逍遥共成泥。我茶水三千，有一表演，情意永四娘从此娘自成天哪！这谁经你盼一醉，这是花梦境成一我点我心了一瞬间，我腔又惊又喜，又盼又怕，又惊又喜，又盼又怕，手在穿，心在娘子仔细看，世人相识一双眼，分明是身带两端，可将长嘴。哎呀天哪！回得想关线三算能归人呐，他真是张嘴，一声便应把去由。娘子，娘子，你怎么了？明天人郎在不雅先生泪，温柔体贴身长嘴，在杀生听人良言，十指交臂再不移。三人女有担真是意，这些路我也要自己走，实不然此生苦命几时谁？三更人比该倒对，家王生实是真张嘴，我更爱先生天温柔，先生啊！
王生15家，也算个八里挑一难定居。管他王生与张嘴，真，命中有缘开不醉，错将错就错并真哎，冤血缘蝶梦，血缘蝶梦，这见你口。
随从的官户拆开东滋味，你有始终下场是听清才平安，我呀家己才应有离间，张生也下。是云深，自轻自贱，回，铭记上庭，续，就有事情。只落得串，脆啊！从今年难猜，人心醉啊！千江水。落脚多数山。
丹的一马船，教子成龙你不用事，十年父儿已熬过，十年争吵碎银子，今日回头从做成遥遥随心还不是随心不仁非无义，不做无义难教子，为民尽孝何非此，无居心诚心断嗓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湘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带来的《状元未了情》选段。风声雨声来鸣声，声惊心似开永永遥遥，上元府替江湖水有生人。前途无量是惊喜，婚姻美满家温馨，十指望东风万里
傍人缘，报国兴邦立功名，谁知道王家早亲风不起，他是妇女早不应，到如今夫妻我曾三温馨家庭生泡影，我惜君切莫无情苦伶仃，只留下一哭破碎心。是为人之道乃做人，为人之道难做人。且为我上元夫人为公路驸马造我一留其身，没分我的情呀。那么紧接着，请大家呢，再要请出2位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他们就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谢群英和陈雪萍，请大家欣赏新狮吼记选段《桂池》，掌声。陈局长，你尽管也是花贼，我打死你！林荫前配的门事，你都忘记了？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气死我了！在家中，信誓旦旦在天中，在花贼钻了红粉玉簪笼，开通莲花进许家，结产儿妇心太薄，莲花洒的泪的灯花也多送，花体手灯浪子来，杀不胜仇我别不忘。
今天怎么随着你？你竟敢骗我！我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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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坐下这花语这样句，都是听尽也伴醉。不胜酒里算上绵羊。萝卜丝着滚了头呀！抬头一见家门口，为何上开一发抖？也不怪说子无才，怕只怕离场不尽，残局难收，残局难收呀！回来！娘子，你叫我站好，站好，站好。我欲话问你，啥有半句谎言？我不是斯文，便是上吊。昨晓你去哪里？东坡秀一重要迎美君，因我彻夜神不归，此情难耐就不许。同醉作乐万有谁？我也自将自心有，是谁无情把且藏？是今上有你下着头，去不铭记，你不当是糟。再听门是书生情话，娘子我听小人言，那青草浓妆艳抹，穿红大罗坐在东坡有上娘子，你是看错了啊！是我看错了，你又不是千里眼喽，我就是千里眼。我不但看起你一言一行，我还看到你五脏六腑早日不早。虚张声势，咬咬牙，冰冰可，你早是不早？娘子，愿我难早。
一个情深。昨日晚上不但有警察，你还是他钦点的对名状元，今你第一拜见，是也不是呀？他当着婚后，难道他有第一功能？休想地来，我不管！哎呀，娘子，被人错了，错在哪里呀？错在哪里呀？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讲，娘子。娘子参仙来定路，为丈夫真心来认错。做小门事有回事，龙须作假是我错，命有孤寂恰谁不满天孤海是我错，见到今朝献殷勤，不知廉耻是我错，三杯温酒下了肚，萝卜是错，是我错，配得年轻也不面，佛经挂面是我错，为家万下莫真情不是悔改是我错，娘子啊，你是被为晚上说从今绝不再犯错，娘子记下，今日谈不中看，下次再玩，两在平法。你玩笑过来，再也不管了。三五来。哦，放肆情来，放肆爱，喜笑花来了来了。
求娘子关上大门。想要面子管他，我要满羞愧。你想偷人玩家？哟，怎啦？当是亲，骂是爱，罚你贵子也是夫妻恩爱。这样的恩爱不负相随。你不是得劲，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娘子，娘子，娘子！这个，我觉得今天在台上有那么多国家一级演员啊，梅花奖获得者、白玉兰奖获得者共聚一堂，是粤剧界的一个盛事。对最后呢，还有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钱慧丽和陈慧迪、黄慧合作为我们带来的《韩非子》当中的决裂。好，大家掌声有请。韩英的，你要的东西，我替你带来了。韩非，料定你为带来的，多谢了。见的三思啊！听说，经过瓦汉的大军，明日就要发兵了。是的，这将是一场血腥大作。这不正是李大人所要的结果吗？当李大人把2万韩国政府的生命压到你司徒督察上的时候，韩非却没有了别的选择。2万尊府防卫韩国，就是2万抗金大军。李师身为大晋地位，理当为大晋所谋。可惜韩非终不是李大人心系所恨啊！秦王之事，韩非之法，李氏之说，山贼何以身居大逆？这几情本不该是有神之还子啊！哦，眼里呀！怨我恨我，我领受多少苦楚难伸头。你是蜀军之中做家楼，这家楼强压我，你转移我在人谦虚。上边见得君王事，你无比一生老死在黄泉眼底呀！大王是你为主于手，你当的头子切的头，通天下难免鲜血呀流，所以他知何方要阻隔，更何况公主对你情意厚，转鹏城你一定比李氏深一呀深。
这辈哟，还请李大人交完公主，告诉他，作为踏进公主，去暖风山关上坑杀悍妇，情有可原。也并无为了，暖风山绵延百里，公主就是去了，李斯也绝不会让她看到坑杀悍妇的场面。宁呀，王妃也是结婚，错怪你了。宁呀，不必责怪于他，这都是还妃自己的先策。都是因的困了，都是你虽然冒犯王兄，可王兄他并不原谅你死啊！可我必须按照他王的意愿话，你看皇兄能做得到吗？这2万悍妇陪我坑杀，皇妃是何为去面对他们的亲人啊？金发后，故国变化，皇妃虽然明白大势所趋，可心中却是道德兼传，生不如死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呀，小妹。
文汉飞，人力设法，心事体，恰为何天选生此情感动，心悲海国遭涂炭啊，心与他君难人中，心痛小妹情难受，我心傲气不愿是对一般才去从小妹啊，小妹半途你送我回到汉国去，好景这不惧心残破梦，即使同与国光，同葬在清风须臾中。还兄，思念还了你，金榜字啊，还兄欣慰，但从言无牵归盼归。会从天，谭先生困困陪困酒，转进色情。夕阳开心，与君同登芳黑
我，与他情殊途同归，情为我分秋索，受尽相为，情是我梦的缺。情色成对，莫逃失情泪，梦破心碎，所在里走出了书生还飞。领大川观沧海，浪涌草为阴阳里乾坤变。他喜他悲，总算是魂断天涯，真心归。一线里转我他情这一回，举眉莫与兄同归，兄与还是独相一婵娟，方小妹陪兄修正做不罪，先生不也不还非自身。
飞船出，治天下重在神心贵。待到四海一同生，兄要你临行请举来一杯，原来是有缘从相会。我手捧宝书，胸挂白玉，八抬大轿，十里鼓吹，迎娶小妹，万一万还非今生愧。亲爱的朋友们，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中生代粤剧名家展演的第2场演出到此结束了。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难忘的夜晚，谢谢。